来看花莲县的吉安乡，透早有一台价值上千万的宾利轿车，伫台11线2.7公里的所在，因为速度真紧失控，驶越的时，先去弄到路边的扛棒、铁柱，佮有桥墩哦，车嘛落落去桥底，40岁的姓陈的驾驶当场死亡。警方嘛伫车顶发现一细包的海洛因，今次食到赛车造成车祸，佮会调查。 伫监视器看到这台黑色的宾利轿车，速度正紧，驶伫咧吉安乡的海华路。一开始弄到路边的货车，估计弄到路边的看板了逃走，尾仔伫咧离第一个事故3.4公里的弯道，家己去弄到桥墩。 就听到很大声嘣一声，然后后面救护车就来，我才出来看。哦，对，半夜我们都在睡觉，撞到这个，撞到车子啊，早上起来才知道啊。经消接到报案赶到现场，发现被休到车坏驾驶吊伫咧车底，用吊车架变形的车吊起来，严过驾驶已经明显死亡。耗时了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，终于把患者顺利脱困，然后送医。那目前初步是没有生命迹象了。 警方表示，死者是今年40岁姓陈的男子，伊是前地方西雅会会长，车是甲朋友借的。暗时一个人出门，刚接到消息时阵，已经发生意外。哇，这个宾利啊，这几千万呢？这花莲无几个使呢。去喝酒吗？还不知道。那里。人有怎样吗？他就一个人出去啊。是去吃饭哦。因为警方伫咧车内有找到，敢若是海洛因的粉，无排除驾驶是食毒赛车造成车失控，家己去弄到桥墩。因若毒品的来源，抑个车祸的原因，抑个会进一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